iCatch 係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最新嘅研發。iCatch 係一個隨插即用同埋可以穿着嘅控制器，可以透過特別設計嘅衣服控制唔同嘅感應器以及觸動器。iCatch 可以分為幾部分，眼睛嘅部分係 LED 燈，而鼻嘅部分係感光器，而喺手同埋身體嘅部分有兩個按鈕。iCatch 嘅感應器，紅外線感應器可以接收各種裝置發出嘅紅外線訊息。感光器可以偵測外界光線嘅強弱。超聲波感應器可以偵測感應器同物件之間嘅距離。計步器可以偵測物件震動嘅頻率。按鈕用嚟偵測用家按下同放開嘅訊息。觸控感應器可以偵測用家是否接觸到感應器。控制桿可以偵測用家揀選唔同方向嘅訊息。iCatch 嘅觸動器分別有震動摩打、蜂鳴器、矩陣型 LED、白光 LED、彩色 LED。除咗感應器同觸動器之外，iCatch 仲可以透過傳送裝置與電腦溝通。iCatch 除咗可以透過 USB， 仲可以使用藍牙或者 Zigbee 同電腦溝通。iCatch 嘅所有配件都係隨插即用，只需要簡單嘅步驟就可以輕易將不同嘅配件透過特製嘅衣服連接。配合我哋自行開發嘅程式編寫軟件，用家就可以輕易咁去編寫佢哋所需要嘅程式。iCatch 嘅軟件分為3部分，第一部分為程式編寫視窗，第二部分圖示工具列，第三部分顯示資料視窗。我哋為咗迎合不同嘅用家，所以特別設計咗一系列嘅圖示俾用家去編寫程式。用家只需要將圖示拖拉到編寫視窗及將圖示連接，就可以輕易咁編寫出所需要嘅程式。用家完成咗編寫程式之後，只需要簡單2個步驟就可以將程式傳送到 iCatch 裏邊。當程式成功傳入 iCatch 嘅時候，背後嘅燈就會停止閃爍。只要將所需配件連接到特製嘅衣服上，就可以顯示出剛才所編寫嘅程式。
而家我哋示範嘅係一個感光器應用嘅程式，程式會根據光暗去控制 LED 燈嘅開關。iCatch 嘅其他應用，我哋用 iCatch 設計咗一個智能背囊。當打開背囊嘅時候，按下按鈕，背囊裡面嘅 LED 燈就會亮起，方便用家喺黑暗環境下尋找東西。當打開背囊嘅時候，用家冇按下按鈕，蜂鳴器就會發出聲音，顯示用家嘅背囊可能被別人打開。當用家踩單車嘅時候，可以透過控制桿去控制背後嘅 LED 燈，用嚟顯示方向。